学习一下啊，啊，看这黑板吼，咱讲到这个绿度啦吼，啊吼，互学个想着讲这个报时着，咱想讲你做主线的迄个材丝啊，材丝的部分啊，绿度内底材丝嘛，无一个个，哦。材丝法师为师啊。报时咱是用暗讲着材丝法师为师，啊，互我咧讲的主线哦，可能一般拢较注重迄个财物的较济啦。哦啊，其实咱咧方法度众生啦吼，开班啦吼，这嘛是咧做上个更较好的布施的吼。对啊，这互我着想着迄个祖先啦，啊，世界去想着迄个做公益啊，公平的公啊，啊，正义的义啊，公益啊，啊，忍辱去想着迄个和諧啦，社会爱和諧啦，哦，众人爱和諧啊，哦，众人要和谐。啊，真正去想着成长啦，吼！啊，禅定咧想着讲着不乱啦，伊是想迄定位啦，吼，定位可能咧做汽车诶吼，前轮定位，吼，啊，咱起码有一个定吼，啊，若智慧咱想着讲光明圆满啦，吼，安尼甲配合起拄啊儒家诶五常啊，儒家诶五常着即仁义嘛，吼，吼礼智信嘛，吼，吼仁啊义啊，吼啊来礼嘛，吼。信啊，来智慧配迄个智嘛吼，所以讲吼，人迄个英国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叫汤恩比啊吼，伊讲要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问题哦，爱靠孔孟圣道加迄个大乘佛法嘛吼，孔孟圣道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嘛吼，啊那大乘的吼佛法就是这六度万行啦吼。啊，六度万行，咱应用吼，天然咱大家做伙伫遮学习嘛吼，吼啊，所以互学安尼甲比较起拄啊好，六度配合迄个五常，吼，拄啊好吼，会当拢会通啊吼，啊互啊吼，佮讲着一个做啥物元气成空哦，啊成空要安怎讲哦？元气啊成空啊成空要安怎讲？啊咱吼。吼，啊，著个想着讲吼，可能是咱古早印度话啦吼，加咱大约中国话无共款的文化啦吼。咱看日本话哦，日本话食饭讲做过巷食白路，就是讲饭食。吼，啊，伊食呢动词放伫后壁，啊，元气成空哦，啊，空若是动词哦，啊，就变成空了这个性，啊，空了这个性就是讲伊空无自性。哦，伊一切生灭法、元气法哦，因缘所生的种种的事物哦，空无自性啦，空无自性。咱中国人可能要配合迄个言语翻译的吼，鸠摩罗什，唔系掠鸠摩罗什翻译有关系无？就变成空性，所以咱咧一般讲的是啥物元气成空，成空。哦，所以哦，还是安尼想法啦，啊，请点老师出题啦，补充啦，谢谢，感恩。讲为什么我们这个这个话，你这个讲，你按照你